对，好像调没识别。调没有识别起来。这个难呀，这个太难了。我想好好的给你们唱一个歌，想是吗？对，这个歌特别难。姐播了多久了？我已经播了2个小时样子的了。哦。那我就唱《青藏高原》吧，还是？哇，你的歌选的都难呀。对，好啊，我直播间里面基本上他们都是选的都是这些歌。谢谢，改成青藏高原了吧？希望能识别出来。是日仰望着蓝天，是谁渴望永久的梦幻？还有赞美的歌，还是那放不能改变的庄严。我看见一座座山，一座座山川，一座座山川相连。亚拉索，那就是青藏高原。亚拉索，那就是青藏高原。